台积电真爱名的工厂，讲要伫这个桃园市龙潭区的这个科学园区，催生者正是桃园市长郑文灿以及民进党桃园市长候选人郑文平。今日行政院长苏贞昌嘛专工到这个所在来视察，引起对手张善政咧批评讲，这是选举的政治操作。针对这点，苏贞昌回应讲，张善政可能是无参与，所以讲呢，唔知头、唔知尾，唔通目孔车。记者来到桃园龙潭科技园区楼尾顶，了解第3议定地的上新扩大计划，而且佫拄传出台积电真爱米厂未来就会伫遮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大动作视察，敢讲这代表台积电未来会伫龙潭设厂。龙潭科学园区整个土地的租用已经近饱和，政府会为厂商愿投资台湾，愿把先进制程技术留在台湾，做各种努力。爱外界莫想济，台积电表示无排除任何的可能性。加上最近有真侪消息，传出下个月会伫美国举行头一批基台刷机典礼，将会邀请美国总统拜登参加，互半导体地缘政治议题各发展，各拄好伫马球合约大选。苏贞昌即摆视察行程，互国民党桃园市长候选人张善政批评是咧议题操作。张善政先生可能是因为没有参与努力，所以不知头不知尾，也没有看到这几年政府的魄力和效力，希望不要见不得好。他有意愿，桃园队我们会全力来协助。所以以张善政先生他的行政经验，可能每一件事情他都觉得要好几年。台积电有可能进驻龙潭科学园区，各界拢真期待。不过，敢会当替民进党伫桃园的选战加分，恐惊要无法度知影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